好，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来看，全台湾出名的西港乡参与的庙事是非常的多。其中作为开路先锋的广慈宫的金狮镇，因为特殊的造型甲悠久的历史，嘛互市府认定是传统的表演艺术。有一位谢准宏先生退休回乡了后，积极来投入金狮镇相关的文创艺术品的开发，同时结合着社区营造，推出着各种的活动，要让外地人会当来认捌着这种金狮文化。固定民俗的台湾第一乡西港挂乡，逐摆举办拢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。其中港东里广慈宫的金狮镇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。2019年就开始投入社区营造的谢准宏老师，即马透过金狮的文创商品，让大家会使熟悉这个文化。国泰人，原来是蛮有智慧的啦哈，他有他们的独特的文化有这些价值性哈。当初的发展金狮镇头，就是为着保护家己的庄头。其中金狮镇上特别的，就是这个狮头，逐摆做的狮头刻纹拢无同，加上过去为着人口兴旺，是用草仔花来做，真有特色。希望讲阮的后代会较旺盛啦吼，希望所以用草仔花做阮的图腾。除了各种金狮文创品，老师嘛结合在地社区推出小旅行和 DIY 体验活动，要吸引外地民众来遮，而且会使熟悉当地传统文化。不过即马因为疫情，若是想要体验金狮文化的民众，恐惊爱孤单。